当职场遇上00后，他妈老板也不听话呀，我离职。人呢？不是说开会吗？人呢？你有没有时间观念？你有事你不早说，你让我们这么早在这等干什么？给老子过来！我不管啥，你现在过来开会。不等，过来！现在。打电话，辞职去，不干了。今天晚上来一批活啊，着急，都加班啊。好的，老板。啊，老板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。有啥事儿啊？真有事儿，加不了。加了啊？加不了。加不了扣钱啊？啊，加！你呢？你找我干啥呀？他着急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加班可扣钱。你扣我个试试？那你别干了，明天。不干就不干，我爸都没这么说我过。